以色列總理內塔尼亞胡當地星期日喺內閣會議話，以色列拒絕接納由美國主導嘅和平委員會提出嘅15點加沙和平計劃。佢話以色列正喺度同美國討論加沙停火問題，美國有一啲諗法係以色列冇辦法接受。內塔尼亞胡強調，巴勒斯坦武裝組織哈馬斯必須真正解除武裝，包括所有重型同輕型武器，否則以軍就唔會撤出加沙地帶。佢又話永遠唔會接受喺加沙地帶或者約旦河西岸建立巴勒斯坦國。哈馬斯就發表聲明，宣布將會堅持同相關斡旋方以及和平委員會達成嘅共識，繼續推進加沙地帶停火協議第二階段路線圖，重申將會認真落實15點和平計劃中嘅各項共識。目前首要嘅係確保加沙停火協議各階段內容全面執行，呼籲相關斡旋方、擔保方同和平委員會確保各方遵守已經達成嘅共識，防止任何破壞停火協議或者阻礙執行進程嘅行為。美國總統特朗普上個月底宣布，和平委員會就哈馬斯同加沙其他武裝組織全面解除武裝達成協議。和平委員會其後公布包含15點內容嘅和平計劃，包括哈馬斯解除武裝以及以色列分階段從加沙撤軍等。有美國傳媒引述華府高級官員話，白宮並唔在意內塔尼亞胡拒絕接受加沙和平計劃，並認為佢嘅表態係出於臨近選舉期嘅政治需要。只要以方繼續按美方要求克制對加沙嘅攻擊，美方就冇意見。香港電台記者蘇海瑩報導。